用膠紙圍住凸起嘅細節，可以令你更加放心去刻果 D 轉角位，亦都可以減少刻錯嘅風險。畢竟修復一條刻錯嘅線，要用嘅時間一定比刻一條線仲長。呢個係最直接嘅浸熱水解決方法。塑膠喺膠帽上係無可避免㗎，呢個比較輕微，就咁磨咗佢就可以解決。近一兩年新出果 D 砂紙，質量真係好好，好似我依家一開始就用240毫去磨，打磨痕跡都非常之幼細。雖然呢件零件組裝完都睇唔到，不過我又想試下新方法。呢一塊係買咗之後從來都冇用過嘅打磨板，黐一塊普通膠紙係面，呢支係 UV 補土，加係需要修補嘅地方。再將有膠紙果一面向下壓落去，照 UV 燈。另外一面都係咁做。呢件 GK 件短咗咁多，如果冇黑線喺上面，要修復都唔難，但係要修補返5條黑線就真係有啲難度，所以重做一次黑線一定係最易解決嘅辦法。首先刻咗左右兩邊先，因為零件係4邊都互認，所以再加多一張膠紙去增強膠紙邊啲硬度，咁樣就可以避免黑線時因為膠紙邊剛性不足，令到黑線唔夠直。利用圓規去畫好晒所需要嘅線稿。係左邊沿住新加嘅黑線畫一條線，
再係右邊都一樣，咁樣就可得出中線嘅位置。呢個位係小腿裙甲嘅一部分，其實執唔執都冇所謂。呢幾個位凹得幾嚴重下，唔可以用磨嘅方法解決。用3mm 拍刀粗略平整一下。再用砂紙磨平。左邊參考咗無限維度嘅黑線做出嚟，依家要複製 D 線去右邊，利用圓規測量闊度，再複製去右邊。利用膠紙嘅闊度去分鐘定位。
白色果舊係10mm EVA 防撞膠。呢個係整套 GK 件最麻煩嘅位置。呢個係加熱杯墊，溫度最高可以去到80度，放啲水晶土嘅上面整軟佢。加條膠條做支撐。浸熱水盡量唔好影響水晶土嘅硬度。最後用風筒微調一下位置。大腿前後兩件細節件一定要加上定位，如果冇定位，最後組裝嘅時候要落膠水，都唔知點黐實佢。